喺入去之前，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去旅行嘅好幫手。講到去旅行，大家都會好興奮，但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到旅程嘅一半，下面又痕又熱，可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啦、潮濕啦，或者係長途旅行，咁就噏住飲料，搞到白帶變多，出現異味或者豆腐渣嘅情況呢。講真，喺外地旅行嘅時候，私密處發炎係好掃興㗎。咁你揾藥房又唔方便，如果想沖涼又要返酒店，或者噏咗成日都好唔舒服，好掃興咁啊。所以每一次去旅行都要打包呢兩樣私密嘅救星。就係 FemiPro 私密陀長效淨本膠囊同埋抑菌舒緩噴霧，外用加內服嘅協同效應咧就有一加一大過二嘅效果。首先咧就先外用呢個抑菌舒緩噴霧，可以直接噴喺 M 巾度啦，一噴就可以舒緩99.9% 嘅私密惡菌，從源頭預防外來嘅細菌入侵，即時舒緩異味同埋痕癢嘅問題啊！有白茶花嘅清新香味可以分解異味，速效咁樣舒緩私密痕癢同埋灼痛不適。提升私密處嘅免疫力同埋自淨機能，預防私密處發炎感染，美白保濕緊緻，清涼感覺，舒緩悶熱嘅不適。仲添加咗益生菌成分，形成 pH 3.8嘅弱酸防護網，平衡私密肌膚嘅弱酸生態環境，預防私密感染。所以咧，細細支袋喺袋好方便噶。用完呢個益菌舒緩噴霧咧，再內服呢個長效淨本膠囊，可以由體內去根治私密嘅症狀，一日就可以抑制私密惡菌。24個禮拜就會減少89% 感染率，可以預防發炎或者念珠菌嘅感染，舒緩私密異味痕癢同灼痛，減少豆腐渣呢啲嘅分泌物，消除私密處嘅壞菌。有4大長效私護配方，有美國專利蔓越莓、4重私密益生菌、法國專利洛神花胺同埋菠蘿酵素。最厲害嘅係佢有專利嘅3層包埋技術，可以保護花青素等4重嘅益生菌通過胃酸嘅考驗。同時延長同延緩花青素嘅釋放時效，達至長效咁保護啊！仲有5項國際專利認證，功效顯著，安全有保證。所以出發去旅行之前咧，我就一定會記得食啦，咁就幫私密處建立一個好嘅防禦網。就算捱夜啦、亂食嘢啦，或者搭長途機都冇有怕啦。所以下一次去旅行或者出遠門之前，記得將 FemiPro 私密陀放落個篋度啦。有需要可以去萬寧網店度購買。